好，接下来听力测验比较难的就是这个篇章理解了，因为篇章理解它和单句理解、对话理解一样，都是先看到有4个选项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不到它的题目。那么它的篇章理解的内容呢，也比较长。再来，佢有2集到3集嘅題目，題目還係冇文字，只有選項沒有文字。故說呢，你就得先來看了幾集嘅題目對方嘅選項，理解各隻選項嘅意義以後，再來注意睇題目。呢啲規篇嘅文章線索對方來選出正確嘅答案。好，來看一題，佢樣嚟出嚟。比如講第一題，1錢花太少，錢花太少；2頭位空空，抽屜空空；3頭位冇鎖，抽屜沒有鎖；4鎖得太黑，鎖得太緊。第一題選項1係驚發生意外，怕發生意外；2唔同人交叉，沒有和人往來；3聽聽人思考，跟着人流行；4求一個心安，求一個心安。第3題第一個選項係大房隔壁鄰舍，幸虧有隔壁鄰居；2生活苦冇好頭，生活苦沒有好頭；3莊下全冇車咧，鄉下完全沒有小偷；4屋卡有人裝燈，家裡有人看着。看了一條選項以後，了解佢每個選項嘅意思。你就要注意來睇這個題目，用版來念出來。再來每一題嘅題目，留這個選項，你用版選出正確嘅答案。好，來看一題，佢樣嚟出嚟。草案部學校本七日頭，大早辦公室就亂嘈嘈，其下嘅同事嘅頭誒全翹開來咧，地度嘅錢本人頭青青。我實實嚟開從來唔識數嘅圖誒，本本行喺眼亂。學生嘅叫嘅飯餐錢，我難時帶在去，沙數食啲食譜嘅下，好得冇本件拿走。怕喺牙圖嘅冇數，切得看唔上眼，也係時間付唔出，真冇變到。也時間，聽到李先生勸子子嘅講。還過無爭定啊！我數眼黑，還要發吐翹開來。從細黑啲撞下，他們都唔識數高，咩唔識本七日頭高。阿爸總係認為屋下冇乜嘅重要嘅東西。再個講，裝頭要錢，隔壁要錢，係講七股愛來咩當佢唔黑。雖然講防卷子唔防少年，幾條鐵條、鐵窗、鐵門、梯鎖，電到沙同自家收起來，檢查發生意外就是無命咧。1請問七日樣板對作者嘅圖誒看唔上眼？請問小偷為什麼對作者的抽屜看不上眼呢？家下你也看了題目嘅文字以後，你就得選係3號圖嘅冇鎖。2作者認為檢下嘅人同自家收起來嘅理由係乜嘅？作者認為現在的人把自己鎖起來的理由是什麼？答案會係 C 求一個心安。3作者嘅阿爸係莊下，因為唔驚人偷呢？作者的父親住在鄉下，為什麼會不怕人偷呢？答案你會選擇1大房隔壁鄰舍。啲家下嘅題目對方全部都有出現，大家有聽出來嗎？同大家收音完呢，聽力測驗嘅單句理解、對話理解同篇章理解以後，大家對聽力測驗一天就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嘅，叫你拿到高分。其實這個方法係當上圈嘅，就是要先理解每一個選項嘅意思，再來用心的來談題目，再從題目文章嘅線索對方，你來選出正確嘅答案。